你幫朋友擔保貸款，你個朋友無力償還債務，咁擔保人要償還債務嗎？我同你講啊，兄弟啊，你一定要有清晰嘅認知，內心體驗我呢條視頻。具體情況呢分為兩種，第一種呢就係要睇呢個指貸人有冇有償還嘅能力。咁作為指貸人呢，喺冇有失聯或者係冇有企節還款同埋無力償還債務嘅情況下呢，如果起訴擔保人，擔保人可以喺訴訟中提出異議，要求優先追訴指貸人，並且亦都可以提供指貸人名下嘅一啲財產嘅線索。如果指貸人名下係有財產嘅呢，咁就優先去執行指貸人名下嘅財產。第二個情況就係指貸人名下並冇有任何可執行嘅財產呢，咁當然啦，債權人係有權向擔保人去追索其名下嘅一啲財產。咁作為債權人呢，能唔能夠喺第一次起訴嘅時候就將呢個擔保人加上去呢？分為兩種情況嘅。第一個就要睇個借款合同裏邊有冇追加一條共同連帶責任。如果只係簽咗一個擔保人，並沒有加上連帶責任呢嘅話，咁債權人係冇能夠喺起訴嘅時候呢去追加擔保人嘅。只有喺指貸人名下嘅所有資產都已經全部執行完畢之後，並且呢未能夠償還債務嘅情況下，繼續去追索擔保人。如果合同內添加有連帶責任呢，咁喺起訴階段就可以追加擔保人作為被告人。如果你係擔保人，兄弟啊，你即刻回去攞合同出嚟睇睇，合同裏邊有冇有呢句話？因為佢關係到你名下個房會唔會被拍。